聽眾朋友你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舊城聽風。提到香港嘅上環，你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嘅係咩聲音？係繁忙路口嘅叮叮車聲，荷里活道藝廊裏邊嘅輕音樂，定係太平山街嗰啲精緻咖啡館裏邊嘅打奶泡聲？今日我想帶你嘅耳離開嗰啲熱鬧嘅街角，我哋沿住斜坡往上走，循住空氣中淡淡嘅檀香與沉香氣味，嚟到一個時光仿佛停滯嘅地方——太平山街觀音堂。太平山街呢條斜坡本身就係一部活生生嘅香港舊城市。早喺19世紀中葉，呢度就係早期華人移民聚居嘅地方。當時生活條件差，甚至爆發過嚴重嘅鼠疫。喺面對未知疾病與生存苦難嘅歲月裏，民間信仰成咗大家最堅實嘅精神寄託。於是呢度陸續蓋起咗好多小型嘅廟宇、義祠同埋居士林。觀音堂就係其中之一。佢唔似大明剎那樣宏偉肅穆，紅色嘅外牆同埋小巧嘅檐角就咁緊緊依偎喺旁邊嘅住宅樓宇之間。走過門前，你甚至會覺得佢就好似一位陪伴咗街坊幾十年嘅老鄰居，充滿咗生活與煙火氣。推開門走進觀音堂，門外嘅車水馬龍好似一下子就被隔絕開啦。堂內主要供奉嘅係觀音大士。喺民間信仰裏邊，觀音菩薩代表住慈悲與傾聽。不論係附近嘅街坊老人家前嚟求個屋企人平安，定係年輕人遇到事業或者生活上之迷茫，呢度都係大家傾訴心聲嘅地方。特別係到咗每年農曆正月26嘅觀音借庫，呢度更會係香火鼎盛，擠滿前嚟祈福許願嘅信眾。但如果係平日嘅午後前嚟點一柱清香，喺大士像前安靜咁企一陣，你會發現呢座小小嘅廟宇其實係繁忙都市人極其難得嘅心靈避風港。參拜完觀音堂之後，非常推薦大家留喺太平山街附近行下。呢街區最迷人嘅地方就係新舊交融嘅獨特氣質。第一站你可以順道拜訪隔籬同樣歷史悠久嘅廣福義祠百姓廟，感受早期華人社群互助嘅痕跡。第二站沿住斜坡走幾步，揾一家你中意嘅獨立咖啡館，坐喺戶外座位點一杯手沖咖啡，睇住老街坊同文青遊客擦身而過。第三站再順住樓梯街往下走，去摩羅上街尋寶古玩，或者去荷里活道睇場當代藝術展。呢種傳統信仰同現代美學並存嘅碰撞，正係上環最獨一無二嘅魅力所在。如果你都想嚟呢度感受呢份寧靜，觀音堂位於上環太平山街34號，每日朝早7點30分到下午4點30分開放，搭乘港鐵到上環站 A2 出口，沿住斜坡同樓梯街步行大約8到10分鐘就能到達。參訪嘅時候，亦都無唔啲保持安靜與尊重。如果要影相，記得先詢問工作人員，並避免拍到正在虔誠參拜嘅信眾。你平時心情煩躁嘅時候，最中意去邊度尋找寧靜呢？歡迎喺影片下方留言同我分享。如果中意今日嘅舊城散策分享，唔好忘了按讚、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一集影片見，拜拜。